台中市一间酒店有人开枪，一群朋友做伙去做生日，酒啉啉咧起口角，一个袂爽，枪就开落咯。被害人胸口嘛着枪，紧急送病院。警方嘛伫现场查到3个枪壳，当咧追查要了解案情。打架嘞！打架啦！胸口着枪刘姓男子，被个女性朋友甲扶掉咧，对1楼电梯行出来，但胸口规片拢是血迹，互朋友真着急。被送就探下了后，救护车赶往病院，但随后另外一名用外套砍头的男子被警方压掉咧，送上警车。因为伫台中市这栋大楼10楼的酒店发生枪击事件，一群朋友烧酒庆生，疑似发生口角，受猜主姓男子当场向一名刘姓朋友开枪。目前初步的了解，这个当事人与范闲是彼此有认识的。那目前2人均已受伤，已经分别送往医院来做一个急救动作。现场也有一位酒店的职员伫咧苦抗的时，颔骨嘛受伤。警方伫现场有找到3粒的枪支孔，若是枪击的来源，甲双方为虾米会发生口角，也佫必须要由警方深入调查。但是酒后情绪容易失控的人，也是要避免饮酒过量，以免发生不幸的后果。